接下来呢，也听一位诗者。啥人来表演呢？啥人？是你所最平台头的夫妻档沈冰、岳群。沈冰、岳群。哎，你也发现，搿夫妻档了搭啥个？那你听个名字呢？上里下里人家对得来个。哦。哎，读出来朗朗上，可以特别个深。来举例子。那个沈冰、岳群。哎。刚刚嘛，乘风小鹰。搿个么是三个讲必然满军，八堂魏晋，雨蝶大兵，士兵好人。哦，不，搿个我把神个这个第二首。搿个是神经。哦，神经。咁么留下来你掌声，有请沈冰、岳群。掌声，托红娘大风醒不了阴影，要现在真正要的思想一代宗曲。殷殷苦苦，有恨结交，决定抚养。但是红娘面上不能不是晓得，一想嘛，我何必家里打开心？但不是家里大风失心得起，还来还去三句话头不识字该。这样一来，张生可以晓得，红娘也可以瞒脱。对，所以提起笔来，怒风心。想一想哈，各位相国曾经心浪向明明答应张生帮头，就说嘴浪向为着红娘去鼓励磨砺。红娘万万分想的，夫人郎婚，乃是这样一变心，搿么读书人再等我去没意思。别个今朝赶么我去赶，骂么我去骂，搿封信我随便拿副拿出来。所以谁子锅里向30喊过来马正思想是吗？哎哈哈！小生张公放心，托红娘子受水雷头，小子见了嘛，定与好婴儿托自己带仔细想。是啊，定与好婴儿到此。相公开门，相公开门。谁呀？我呀。啊，红娘在么？是我呀。哈哈，张公啊，你的好时候真瑞了，好时候真瑞了。是。哈，不吉日，不吉日，谁是不成功？耶。哪位不成功啊？刚刚脱考我来不及对红娘这面孔看，现在目光地浪向收起来，嘘一口，哎呀，做啥一只不成功面孔呀？看得出刚刚哭过来啊！姐姐，真为不知是你？难道李香嘞？是，姐姐，哪有不知识的道理呢？谁见你风文龙门，惹出是非？嘴巴，快嘴巴！哎呀，真是你万万分想的。一封信送到流浪，得到什么样的消息啊？姐姐，对不起，小子见了小生的水性，他水后啊！哪位闻得出个来？小子要看见子那个封信啊，大发雷霆，大发脾气，接过来对你骂你。就是写得出这个人的例外。对你妈妈呢，不足心改，我哎呀好了，雷么不是自家雷个我。哎，姐姐，想小子见了小生的水性啊，他定是喜之不尽，爱之不尽，定与好婴儿托自己带仔细想。来，需要上在你的身旁。哎，拿来，拿来。就是聪明人的聪明官，像心事有家，让我谁子管理？别个今朝我随便拿副拿出来。相公，你非去管理信了不信？总而言之，现在归正我来告你、骂你。哎呀，你弄错的了。弄错子啊？这不是骂呀。不是骂啊。哎。那么不是骂是啥么子呢？是啥么子？啥么子？我呀。你那搭得上个呢？别个想挂难挂，
谁家谢家大开心，八代相随，不负之音。后家管理同生们事业不相信这样。相公，我当然说不清爽在，我们是谢家母内，你们是谢家爱内。那么这样吧，我来拿谢家的闲话，原原本本讲不难听，你自家去比比味道，谢家到底是母内还是爱内？啊哈！哈！张丞相谢家看见我这封信，随手爱，连复回报了去了。那么报了卢大，报了该大，但是让那红娘面上肯定有另外一条闲话对付呢。你写了呀，各种爱呀、骂呀，你哪懂呢？那伤心讲出来，让我自家来比比味道，到底是爱还是骂？哈！请姐姐一字不漏，将与张公听来。那么你听哈子啊，那。随风做的，你妹妹姐开心，我闲话为分讲的了呀。妹妹姐死得几咯？写的是一句言辞，心大怒。为哟。说个，你本来要去感受夫人的，那么耍了不感受呢？那因为你读书人气密有关，年内操持。那么你听听看，谁家阿是母呢？这是爱呀！一哪是爱呢？母呢呀！他是谁家不爱我，我下不了这封信，娘米了毫不突出。说起来娘，你老子读书人的婚，你为写封信给我，这个是不爱。但是现在母恰夫人，这谁是爱呀？红娘听听爱的是有点爱个呢。妹妹姐，回来了。既然你不愿婚姻被夫人来。夫人老婚，内心里想发牛，那么既然发牛嘛，你为地上发力出来，据理力争。蹲了边浪向一啥不想，林如今嘛不做上来一嘴头，现在说你挖空读书人，挖空啊，挖空。那么你听听看，现在阿是母呢？阿是母呢？这又是爱呀？那也是爱。母内呀，夏夫人同来婚姻，现在他岂不也说及？这怪小生不据理力争，以致婚姻被夫人累进累劫，这叫爱之深，恨之切，所以是爱呀，是爱。你这是那种鬼道理的啦！妹妹姐，把你手魂特在，回来。兄妹虽几里，那一兄妹深情离一点。哎呀，哪边？哎呀，回来！
去相见。谢家说：“该天下世界别出面孔，谢家都得是绝内，另外去寻这个吧。那么来听听看，谢家阿爱呢？阿爱呢？”哎呀，张生一听不对了。兄妹是夫人老婚辰光的称呼，那谢家嘴巴里向哪可是兄妹两个字啊？觉着味道不对么？读书人面色都会两样。但是，一哪里距离实际上谢家发爱，随便那不晓得，是不是该家子只面孔么？谢家阿爱呢？阿爱呢？阿爱，就是一哭出来夸子阿晓得。总而言之，谢家归着我来狗内母内。追吧，快追吧！姐姐没来，下日红娘记乃是小生生病第一追击，请姐姐想个好法儿，把小生累在此记。啥么子啊？哦，东家狗内追了，害我西家累呀！再说，我累内下来这桩婚姻已经不帮忙个子呀。我只有硬头皮，够你追。我不累，你是累是小生吧？但你讲我不累个呀？你当真不累？不累！莫怪小生。你那哈家？这得上跪了！哎呀，相公啊，你要是起来呢？那么张生少记一句话去，那各个读书人看得蛮清爽。现在要改个只发脾气，发脾气百姓搿个应当区别开来。百姓恩斗义善，发脾气一时之后。从大概我搿封信浪向少谈话得罪之现讲，那么啦，立下索卡令，相国千金呀，你个身份万岁呀！现在发脾气，将来想想也二门通的。屋里向发脾气，我发脾气，大家发脾气，哪桩婚姻谁子发他？我不晓得的。是不是你发脾气？我不要等那给他等得那些家违心周义，啥辰光想看我么？我为了给他恭维那些家。那么是不对着啦！现在几年了，我说卡领着了，那是不是眼睛蒙着，只有请那红娘拿我留下来？姐姐，你看在小生口里文上，谁累于小生吧？但没讲我不累个呀！哎呀，对你毛毛，我实干举法，你还是无动于衷啊！搿么想说了，今朝我只有侬闲话了，来接讲来。哈，不累也罢。红娘看你水一松门，想晚上追吧，爱惜的不是早来子也追不脱个呀！所以忙出门口，哎呀，小姐，好戏呀！本当红娘也想追，听你讲好戏，谢天少家，哪得不追在？不知小生哪一桩事儿得罪了这个丫头？他今受某若的血迹，先来跟随长公，说骂长公，喜相一代恩爱风采，被他我这分离了。红娘气得了血喷得出，想哪个人阿懂哈去干？心事瑜伽让我随之过里，啥几分拿出来，张铺内看见之难过。现在是啥？是我谋特子三家狗里磨里，没还呀？喊来喊去，给他的三家有封亲笔信了嘿，让你自家去看。收拾个红娘大仙女呀！不理一句讲，也可以去内府什么重新单里向。没还呀？那是我谋特子三家狗内磨内，喊来喊去，给他的三家有封亲笔狗内磨内的信了嘿，你自家眨眨了眼睛去看。嘿，张生搿来疯扩张，我就讲你呀，是你谋子三家管我骂我，希望你贴起来，怎么的？我谋子三家管你骂你啊？搿么你别办，你等来你别办啊？搿么我等了啦。
想不到临时我就接出一封信来嘛，搿读书人面色都会亮呀，声音都会得辣浪发抖啊！小姐，你何必如此哦？明知之事来，该我骂我，倒也罢了，怎么恨我之心也因之于笔墨？说起小姐，与长公恩德已结定了。红娘像我个人啊，都话难子，一些些那难不日子呢？难看里呢，心啊分看，眼里滴哩哒啦啦啦下来，看子下来不知那哈得了哇！搿么是讲，趁你未分看，我来问你太位子吧。相公啊，你难过么非难过在，搿封信你回拨我吧。啊？为你呀？嘿，回拨我吧。我不舍得的，不舍得的。搿么是讲，你拆开来看。看呀！嘿，看。我舍不得的，舍不得的。搿种闲话，谁人都阿条弄不懂的。为拨我不舍得，拆开来看，舍不得。搿么相公啊，你为的啥不肯回拨我呢？这呀！我痴心非口不意中，我的阴阳心一封。英英小姐啊，当时个才女啊，理个没办法，人家求也求不上。现在写封信拨我，还拨你啊，我哪数到？搿么你为的啥不肯拆开来看呢？你可真些。搿封是直接信，再看再读，不看如不读。你对你妈妈不看哈也读乖。搿么相公啊，你预备哪哈呢？我啊，我想终身大拉不开封。我知道他一段的心思还记得通。你也气死脱个嘞，相公啊！你该他们不读，流浪来这都要读脱个这呀！我刚吃下来的辰光，只听见楼浪向哐一记，这个是心思读脱个声音呀！哎呀，哪会了？我该得不读有啥用呢？楼浪向读也读脱的呀，而且心思读脱个声音哐，那个声音你也听见个呀。一把谁子们带笑声
神通开怕。红娘听见里也口没得一节子，想里口也分看见是搿种样子，连口子下来一口气，乃不是空浪头忙正上头浪向，噗，可是一出人性命噶。所以红娘轻轻地端过来，带里背后头，起两只山水，忙着里肩胛浪向一搭，像爱惜的里口子心一样，抽起来嘛，我还努力吃下去。搿么张生也晓得，过些辰光读书人三个像石头猪脚一样，想看吧。旧时新风哈上一点，二次四风开开心。起两只铁头子望进新风的眼眼里向，一针拿啥个一针心口张开。搿白人家口心嘛，总归身体吹出来，那么看，哎，就说李国斌个，说他头一只望进里向，老浪张。哎呀，搿种口心得还不相关。李福刚口讲张个，相公啊，你非常在口吧？搿么少几也张你，哎，张生有这个想法。首先看看里向的心子大不大，四个月五六张，样样一大批。搿么说明先只要三头搭个时节，还能够多骂两声，多笑两句，年年必头，说明还有得如心飞斗。现在张得里向一口么，哎呀！三家马三门本事出来大个哇！啊，口也分口，随着讲一扎已经吃不三扎，三家呢发出心改，相公啊，你非难过你口啊！张得里向一看么，少介绍心子啊，简直鼻涕一扎呀！上头个是烈烈腹肌。从大概个三家后退，笑也不肯多笑，骂也不肯多骂，拉起笔来两个字：滚蛋！其实张生啊，因当时才女啊，哪会晓这样种闲话？哎，所以过些辰光个读书人呢，这里向有点混，混脱个后是会得有搿种想法。起两只铁头子，瑟对，心机吹出来，新风半边一放，真夜相看，啊呀，吹水！哎呀，就说看不不看，哪只水着讲一群，那个做财在着讲，你三个个来句，也不会得得罪他的。哦，有道理。张生想，我为三只要吃半年苦头水，换着十样几个事啊！等些水一看是半年苦头水，也看脱个呀。搿么水清了哪呢？这头一次慢慢就移下来，也一个试看。事实嘛，不以稀为贵，一是自爱惜，一是一中人高低，搿个水叫三七兼用。从这头一次慢慢就移下来，看待第一个是对，哈，对，非说的留下来背是个滚，现在叫你滚对，吩咐带张鱼个呀。相公啊，你非伤心，你看啊。可不是滚蛋个蛋，还是等待个蛋啊？月带月西想带月心想啊，带月西想。哎呀，那三家马三们磨得要记得了，啥个太阳了我俩哦，东子，三家归战我，他死里不追，谁害我磨得了太阳落山，我俩出来，对个白是讲，相公啊，你非难过你口气啊。人风好不就是不服气了，老三子，我三家你发出心改，相公你口气啊。哎呦，这个味道实在还不过再一个试看，等之不及，一时都还快，啪，身子翻过来，发像花一动，意思有人，啊呀，吹水！哎呀，看得阿模样子，也是个一群。相公啊，你这啥讲？张生东啊，这个是一水阿母一水，一塌瓜子你一个事，
看脱十句个啦，晚上啥么一个。因为个味道实在还不够，不晓得看啦。搿么不看哪呢？一香，一菜，一出，一香，一把了嘴里吸得里味道出来。但愿手相下，迎风毫不开，不像花影动你是若生是来来呀，来啊，背是来呀，一定来啊！啊，做幸福来呢？不信试开，干嘛看呀？哈哈，来了！红娘也想请哪请得住，只可见你凳子浪向车子起来了，书房间里向当对秋子，哎呀，不灵，发火气走啊！眼睛过不来努力了，相公妹，去！哎呀，姐姐，真是你意在此间呀！满屏美容了海哇，我哪来家不晓得咋？啥个我们意在此间，我们来自下院子哇，搿种事为是我不来个嘞？相公啊，你现在心浪向，我的啥？呸！你上了小姐的当了，这不是信啊，不是信，那是一首诗呀。是一首诗。哎，搿么诗浪向写的啥呢？哦，这不知，待小生继续你听来。妹哈，来一个诗，告诉拨我听。待月手相下，啥个意思？随你家小姐道，待等月让西厢身心之时。哦，迎风毫不开，哪个是？谁你家小姐失去了这笔门儿，谁那里等会说我等来呀？不让花引动，哎那哈谁是作风长工，一说这分享，谁那花影深去 ？no， 什么绿江沟去？搿么为呢？你是有人来，谁小声喊来了。红娘气得了眼里也出来子，嘿，现在你不出心个。但愿谁想平常辰光么是当我姊妹相亲，我姊妹还是个磨来磨去的。迎风毫不怪叫我不去管理磨理，我自家么压力排队。不让为什么我当自家人了？不对，分明我当外头人我呢。你是若生哎呀，爱惜的，我来说出大来，我可能那还胡乱。为见大此之作，听听我讲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有点辰光，现在来欣赏一只思想随韵的片段，同样是由沈碧玉群上当弹唱的。莺莺领去吹步那一周，走得个读书人啊，实在是痴。所以第二天随带铺卷时，门发从小屋上只要一个厢房，做啥？接近诗类的谁得月？哎，办这个发从小屋上啊，来得个热人，讲不你听。十今家二个半，我两下，莺莺三角与8月份下个习惯。你一看三角嘛，哎，我领你去谈谈话。俺看见分上搿面的有种高山，上高山顶，望得花园里向清清爽爽。阿弥陀佛，门票也毛盖。啊呀呀，都是好人。
搿张生得着这个三三吃脱药饭，读脱饭碗，遂了意失脚，上高山顶啷啷蹬，接上蹬蹬不来，蹬蹬不来。前吃了蹬得不耐烦的辰光，只听见咿啊一声，红娘彩芙盈盈步月而来。这个好看是好看的少个哦哎，是香菱妃子，是月里上哦。哎呀，好，真好女子哟！春风瑟瑟发。真生人来相扑背。人花正香月正明，月下花戏两月生闹上一是东星子扫去天空，披月我今宵是抱开腔，因好啊！介绍张生看得那之间，眼睛一闭，不看着啊，少郎不看着你，也想着啊。对我比一比，定一定深恩。我与小姐生意不见了。咦，搿么不是明明只有一天了？搿个时间一日不见，时隔3春了。那么现在张生重新把眼睛张开来，再这样一看，哈哈！比初见的盲孩为甚三分，实在好看，好看的那里不敢想，没不做神，做啥？一想早怕三脚黑，第二怕三脚难为情，不做身体严重，所以老看。那么看三脚8月焚香，红娘彩芙盈盈，但表示半边
拉到三家说，属实压力想啊，信红娘讲的闲话特别清爽。说三家，昨日朝廷之忽悠的读书人，今朝你里向也办啥子呀？今朝我奉旨夫人之命，带寺院里向门老和尚做台上日脚，为走来进国门之前呀，介绍读书人累死去了。而且四百家门是啥个？先生姓张，名公，双称君在，洛阳顺时，今年23岁，正月17自如结生，只因家户尚未起亲。那么我采分去彩礼，正那个辰光门一关。那么现在我肚皮里向走年头啊，23岁未婚太高些了，这个读书人一定荒唐。属实搿些辰光再婚。特别是搿种孤家子弟，16岁爷娘是也搭里谈。那么23岁为不予高些了，一定是荒唐啊、不擅长啊，所以了爷娘不搭里谈。啊，小姐，你是口对啊对？哦，莹莹本来还了想，该搭表示不必，谁是我说呢？这个读书人领取吹报哪一处个地方？不知现在读书人在啥上户啊？不可将红娘提起读书人们，莹莹刚刚关心。哦，原来你是洛阳人，姓张名公，双是君才，谁家记得来啊？那么听红娘说。读书人23岁尚未起亲，一定是你品行不好。对红娘妈妈，你啥了也是话里呢？我懂个，因为读书人见你打个开心不我，那么你看出来你是淫秽不端。哎呀，不能怪你的呀。虽是我对你领取吹报那一处？走得里是在是去，那么见你打开心不我的，你说话别人不关我事，你说话你我要帮改，那么啥了要帮你，跟我自家不晓得，嘿，米蛋不是害了，自家不晓得，红娘说实是。什么啦？那23岁未婚太高些，这个读书人一定是荒唐口对。不是的，哈，正因为他品个情感，因此